接驾付钱人前到一公，坤到一公，刚开始向无极老母行参一公以前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，坤到一公，再一公，三一公。 恭请付钱人慈悲前到一公，坤到一公。大家请坐下。好的。 蔡讲师，咱面临各位所长同修在这，大家晚安哈。目前人晚安。今日非常欢迎着咱詹先生哈来到咱核心单位哈。 大家互相学习啦吼，互相学习。当然我真非法啦吼，你讲这个法的内底当中啦吼，这是个人的看法个人的领悟啦吼。当然大家地位拢真好啦，只不过是咱做一个抛砖引玉吼，可能学识便利。咱今日呢因为过去。 咱金毛经为地分到咱今日已经进入了地八分，地八分呢，因为伊的这个法语伊这个英啦吼，伊的这个开头，讲依法出成分啦吼，依法出成分地八，因为咱过去早头来讲过。 因为过去伫佛道的时阵，因为伊无典范的这个标语，就咱讲起来32分的内底当中，是因为当时咱杨武帝的囝招令太祖，甲分做32分。伊是当时佛道内底当中啦吼，因为伊无的这32分，不过因为伊既然甲依法成分。 嘛有伊的道理伫内底啦吼，咱嘛知影，就叫做依法依照这个法语来讲出着伊真正的实理。因为咱嘛知影讲，诸佛妙理有关论义，会当讲的道理，会当讲的语言，毋是叫做毋是叫做实理，迄拢是一个方便的行业。 所以呢，一切法非法，因为伊是一个方便。其实，若要甲讲起来，咱讲言语道断，心行处昧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得。但是这义是因为拢方便的安立，老祖来讲，无不得其名，强名惑道。我嘛毋知这是啥物名。 但是我是强名，甲讲是叫做道。但是咱一定要知影，因为经典既然讲到大乘法语的内底当中，伊是拢咧讲少上物件，因为讲凡所有相，拢皆是依报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即个道理。咱嘛知影讲，即个文字拢是一个应众生的机。 字来立这文字的物件，所以咱来讲，即句讲，说法即非法，是名说法。因为说教即是非法，说教它后壁一个非法，因为迄个说法就是一个声音，有一个法。所以金刚经26分，伊当来讲即句讲，从伊是见我，从伊音声求我。 是人行邪道，即不能见如来。因为咱着听着说法，甚至叫做声音，叫做音声。
所以因为用意识表演吼，就是讲你强调一切文字迄个想法，迄叫做想法。咱用嘴讲起来，即个声音，即叫做音声法。用意识表演吼，就以音声求我，伊后壁来讲，是人行邪道。毋过咱若听起来，不得讲遮一个道理。若安尼，敢是咱叫做邪法？因为伊拢应相性的字来咧讲，所以咱《金刚经》21分当讲说者非法所说，非法所说，是名叫做说法者，这是一定安尼。但是你要了解到《金刚经》，因为伊叫做地位经，那地位经就是因为拢咧讲少相的道理，一个就是甲你讲相，一个甲你讲少相。第三，迄句话叫做见识相。那讲相者，相就是一个因缘生法。咱今日去看到这无异相，这种叫做因缘生法。但是因缘生法内底当中，伊第二句话怎讲呢？缘起成空。迄个缘起了后，迄是因缘所生发的物件。毋过呢，你会当看出着这个缘，若无伊扫除掉，袂当看到伊的实力。意思怎讲？因为咱拢一直靠这文字绑掉咧，靠这个甲伊锁掉咧，所以这个文字若扫不掉的，若安尼当中咧，迄个缘起，迄个因缘起，就讲有这个因缘所生发的物件。但是下底迄句话，你若无缘起，无缘起成空，你一定定义这物件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第5分当讲一句话：凡所有相。凡所有相，还是妄；欲见诸相，这叫做诸相。第5个叫做非相。缘起了后，成空叫做非相。那安尼当中，你若咱得见如来，你第5个扫不掉了后，你要看到如来的实相，是绝对无可能。像咱过去捌常咧比喻，少着今日广告遮做一个比喻。咱今日看到这杯茶，这杯茶，咱甲泡咖啡啊咖啡是毋是咱看到叫做黑色的叫做有相嘛，缘起嘛？因为你爱食咖啡，所以你摕咖啡的原料来甲泡。但是你看到什物件？迄个叫做缘起的物件，这叫做咖啡，叫做黑色。你若用茶你来食茶来甲泡，叫做啥？叫做有色，对不对？毋过缘起这是因缘生发的物件。毋过第2句话，你有看到缘伊本来是相有无？你有看到缘本来是，你有看到茶伊的本来是茶敢有色？茶无色啦今日有缘起，咱就已经执着于第1字，就是执着第1句话就叫白条的。就黑色的，伊毋知影白茶本来就是无色。迄个叫做实相，所以我想讲的，所有颜色、所有饮料内底拢有色，但是无离开白水。迄个白水就是讲叫做实相，白水就是因为就是白水，无论你什么饮料，就是拢白水。敢是安尼？毋过呢，因为第1字起了你若讲咖啡，你就黑色的啊。毋过咱就叫黑色白条的，你听无？你就会当看到茶伊本质、伊的本相。所以呢，咱今日就是缘起的物件要背会掉。看咖啡第2字，那安尼当中讲，凡所有相，但是欲见诸相非相，无？欲见诸相叫做有，非相叫做空嘛。迄叫做空有本质的道理啊。但咱即见出来啊。所以呢，因为咱因若要进入即段话，咱学少着来咱做个复习。因为咱要听即个物件内底当中，你若无不断咧复习即个物件，你迄个本意，你迄个本意叫走去了后，你就听无即个道理。所以你一定要扭去啦，扭去要看迄个自性，因为这是讲心性的物件，这讲智慧的物件。智慧甲心性，这本来就无常的物件。而无常的物件要讲出常了后，众生听就只嘛会去证明即味相嘛咱来讲叫做依法出现分，
我依照这个文艺法来讲出着，讲出着迄个如来的实相。但是如来实相本来就是无相，但是我无照着文艺来讲，要安怎讲？你着听哦。我照着这个镜头来比月亮，因为我若无照着你要问我月亮伫倒一个所在，我若无照着这个镜头比月亮的方向，你毋通好毋对。毋过我用这个镜头甲你比方向了后，你就变成执意我这个镜头靠月亮。你无当离我这个镜头放会掉的，你去体目看到天顶迄粒月亮。简单讲就是，文艺就是这个道理，文艺就是一种的引导，但是文明在道，文非道，文明在道，文非道。你文艺上内底当中，你照着文艺上，但是你安尼，这个去掉文艺上，你若无去掉的，你怎念念文艺上？所以同时分得那一句讲，我就说文艺，你会死伫文艺身上。我就不说文艺，你会死在人类身上。我若说文艺，我若讲经典哦，你会死在经典的身上哦。你离经典要找到，经典有道无？经典无道。文艺经典嘛是文艺啊，毋通讲，你过去的咱六祖甲你讲，迄个过去的伊甲你讲，五万六七个呢，但用名言无实性。但用名言不实，若无专处不留情，欢欣并处那听天无。名言，什么叫名言？圣人的文字叫做名言。但是伊甲你讲哦，迄个名言内底当无实相哦，迄就是文艺嘛，就是文艺。毋过呢，咱伫文艺上面甲做实相，因为无可能。你怎变成去互文艺念条的？安尼听无？这